主导这帮拍假球的主谋何叔啦，讲要选议员，唔知你乡亲敢会记住？这个何叔啦，蔡正义2009年这帮假球签报案件主谋就是伊，当时被判刑3年8个月。伊迄时阵用金钱诱拐这球员放水拍假球，啊若不从者无听话，就威胁到亲戚朋友的人身安全。后来呢，这球员再加上这签报的集团，总共13个人，互人判刑。啊，即马讲要选嘉义第4选区的议员，今日这竞选总部成立，警方就惊讲有人起冲突，出动真侪人来伫维护治安。现场热力滚滚，嘉义县第4选区无党籍县议员候选人蔡正义，伊竞选总部今仔日成立。这个气氛热不不，选民大声发动选，不过对家这群人下早就来踢馆。今日回之棒，明日回嘉义，明日回嘉义。有报条话口号，爱选民的目睭背福金。一头雨刷，蔡正宜落选，蔡正宜落选。时代力量议员候选人会遮尔气，因为蔡正宜捌牵涉这帮假球案，被判刑的何叔啦，看到现场一个无细字会弯起来，警察当伫现场戒备。曾经让全台湾的棒球迷伤透了心的这个男人，希望嘉义的乡亲能够睁大眼睛。蔡正宜真侪争议，不过布局地方选举1年，地方人士拢真该赞声。这几年来对地方的建设加弱势团体的帮忙，所以得到真好的风评。过去我所犯的错，已经也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希望大家这次会当互正义一个机会。争议人物拍选战，也未投票，就引起轰动。到底选民对敢有认同？票投出来就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